大叔又跟着我们 Kitty 美女出来做钓，啊，很奇怪哦，我只要跟他出来做钓，每次都钓得很好哦。必须的。哇塞，那我们钓多少呢？来看一下，啊，哇，我看一下，哇，很赞哦，很咬哦，很咬哦，刚刚中，哎，蛮咬的，我也中了，嘎了，哇，漂亮的斑头哎，它短这一条叉子，啊，不公平啊！K 姐的哦，良心的哦，终于叫了。只要 K 姐有发出声音，那个鱼一定是不小的。哦，来哦，来拉鱼会跳探狗嘞。繁花的亚朵起。哇，漂亮，来了！啊，赶快！哦，直接拉准了哈。哦，看中间嘞 ，OK。哦，这大片啊！哈哈，舒服。